做本人呢要带大家了解工业用来囤废水循环再个利用，今年要带大家来看用水量也增蛮大嘅好高嘅用来省水。睇新北市新庄区嘅用户介绍，全教会新生学生嘅加红来有3000人3年，头摆每张家的水费要34万元咯。里面好高嘅体负担按呢以水费数内通，储水池温下的水呢也拿来做替代水源，更加因为每张家的水费存到3-4千元呢，一头摆嘅1/10，也因为安尼去年呢得到嘅新北省天省水英雄榜好高组嘅头名。养手时间多嘅新北市用户介绍小朋友快时养手，无论系爱灌水也系洗头发，所有嘅清洁工作早前都要来到一个专用汽水机，按你先前废除起来雨水做做地再个拿来用。拖地当然要用雨水啊。不能用普通水啊，像非洲啊，很多地方都没有水啊，所以我们更要节省水啊。就连生态丰富的湿地搞好期，用的水咪都系废除雨水，头把用户介绍水费，轻规加下一张年14万人元，市场完的雨水废除系统，水费相存2000人元，桃园大理学生的一张年的水费强用提1万元，一年就上来到减的30万元。我们学校班级数其实一直都很多，大概是都100出头班。那相对的水费啦、电费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一项支出。那后来发现，其实斜油顶它除了就是遮雨的功能之外，我们就是利用它的一些管道、管线的部分，我们就是觉得说，让雨水直接排除掉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把它引流到我们地下本来就已经有建好的那一个储水那个阀机那个部分。此加用建筑物的发射基础来做现有的断水池，室外种一个标路器随时监控水位高低。韩国学校1年调天快封的储水池，一流水早前都会流下来冲偏数。学校安内漏水从都禁用的漏水流起来。尤其像学校这种公共空间，那如果说可以利用这样子节水设备，还有一些节水的系统，那我觉得相对的除了能够节省很多工厂之外，也可以让小朋友从中学到很多关于一些省水一些概念。学校地图为用到此类水的，将小朋友写出清洁加海水龙头，不过早期没玩过省水的种子。2015年，台湾是发生10年来的开天荒。新庄区的用户介绍，每地送5年停2年的含水范围内，不过好在平常时有一批电的，学校用水并冇受到太大影响。假如它少用，就等于存在水库，存在水库的时候就能够使得干旱季节可用的量增多。足够工业、民生工业。好早见过天时近来见少难，气候又渐变。水资源本单就唔系一朝嘅台湾，为度到挑战，运动会更加艰辛。你发现以下当地嘅审查为求证自来水法，前价嗰听日一年属于意思强制买器材送送，天窗外卖有上水漂头嘅上水器材，晚上1年就上嚟到630万吨嘅水。对其他全国用水量有2上嘅民生用水来做稀释，一点一滴漏水流下来。下个新闻请准陈做新北市报道。